台南國際機場23號下午迎來台南到日本松本的直飛航線，包括市長黃偉哲、台灣虎航的商務長許志遠，以及交通部民航局長何淑萍，甲啲國策顧問康英所、立法委員林俊憲，甲啲陳廷輝等人，攏共同出席，見證這項歷史性的時刻。請啟動台南熊本正式起航。同時呢，我們也要祝福我們的航線順利，班班客滿。現場的朋友們，我們是不是掌聲鼓勵？非常的感謝，今天有這麼多各位長官、貴賓，還有我們首航的所有的旅客朋友們，大家共同的來見證。今天是我們台南機場迎來首次迎來已經睽違很久的盛況。自從疫情過後因為國際航線就停了，所以說第一次迎接這麼多的好朋友。我們感謝虎航開闢台南到熊本、台南到沖繩的航線，能夠讓大台南地區186萬市民朋友，還有包括嘉義，還有包括北高雄的地區的民眾都很方便的在台南出入。如果要去日本熊本的話，大家知道台積電在日本熊本投資，那1期已經生產，2期在積極設廠中。未來還有包括生態系產業鏈的許多廠商也會在熊本那邊登陸。那所以說台灣跟熊本的往來只會越來越密切。其中台灣虎航的商務長許志遠嘛表示，要經營這條路線，要感謝真濟單位的幫忙，尤其是水加油的問題。李民航局嘛代理來支持，甲啲到3天。當然，這條航線要飛起來，還是剛剛講的非常辛苦，也要感謝很多單位。我這邊只點出2個問題啊。當初我們要飛這條航線，第一個面臨的就是這個水，大家要機上喝這個水都很難哦。即使因為這邊有一些水車的一個問題，當然非常謝謝交通部以及民航局以及市政府的一個協助，讓我們今天可以在機上喝到水而已哦。這個問題其實很辛苦，也謝謝我們友航的一個協助。那第2個問題其實是這個油。其實我們今天飛去我們會看到，為什麼旅客沒那麼滿？其實因為我們當地沒辦法加油，所以我們從現在開啟這條航線，每一班我們必須減載，因為我們必須把一些位置空下來，才能把回程的油都要載去。所以即使是8成滿，其實已經代表是全滿了。虎航它在日本飛了23個點，終於回到我們台灣。在這個桃園、高雄、台中，把台南列進去了，就在今天開始首航。第一個，謝謝虎航。那第2個部分，我要謝謝市長帶領的團隊。其實整個台南的觀光跟古城的風光，還有美食，其實不用我多講，在地的各位朋友一定非常了解。剛剛我旁邊這一位我們的代言人，他也是在把台南的相關的一個美食等等的一個景色介紹給日本朋友，然後也希望透過它帶來更多的日本人。那我這個也要謝謝市長跟團隊，還有我們的代言人。市府表示，台南到日本熊本的航線自今仔起，由台灣虎航在每禮拜2甲禮拜5來飛，日本的旅客會當直接對石組來飛到台南。現場除了有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支持，另外嘛有日本的藝人、網多代理來推薦，希望航線會用持續經營。會後第一批旅客嘛陸續來出關，登上台南到熊本的首航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